各位街坊望過嚟，哇，有冇見到啊？呢度樓下就係中山嘅高爾夫球場啦。中意打 golf 嘅街坊，今期你哋一定要望一望。今日幫你哋喺中山嘅火炬開發區呢度揾到一套108個方嘅3房單位。啊，有冇見到啊？樓下呢邊全部都係新城區，全部都係新樓啊，一棟舊樓都冇啊！呢度首期20個，月供4000蚊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單位。而且而家發展商仲送埋你一個8萬蚊嘅大禮包，相當於俾12萬首期咋，信唔信啊？樓下就有直通巴返香港，呢度返港珠澳大橋只需要40分鐘，返深圳嘅羅湖啊都係40分鐘。感興趣嘅街坊評論區留言攞資料。